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主持伊任内上尾一届的行政院会，通过内阁总司案，要送予总统蔡英文来批准。到甲伊的19任期结束进程，是未过来核定重大政策。陈建仁嘛感谢中央、地方甲全国人民做伙来经过疫情甲科幻的挑战。 行政院长陈建仁主持伊任内上尾一摆的行政院会，嘛选了这内阁成员伫这中央大楼的头前来做伙翕相，留下纪念。 5日空进前，陈建仁甲国员做伙比赞翕毕业相。10日行政院会通过内阁总司案，送请总统蔡英文批准。到19任期结束前，内阁未过核定重大政策，干那处理例行性、商务性的事务。陈建仁嘛感谢中央地方甲全国各人共同努力，做伙度过100年做大碗，也有气候变迁这的挑战。各部会在既有的施政成果上，会努力来继续精进，并妥为 传承交接让政府的施政无缝接轨，共同为提升台湾竞争力，还有增进全民的福祉来努力。不过，外界关心能源政策，准经济部长郭志辉15拜会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立委，有哪位转达郭志辉认为核能是清气的能源，佮表示核电由多数人同意做决定。新政府敢会检视调整能源政策，外界拢在关心。 怎么看？就是新内阁说核能是干净的能源。5日空要到啊，对华国加强对台湾的压力。中国国台办国点名制裁5个台湾政治评论的名嘴。特别接任海基会董事长的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，不利两岸发展的做法，会伤害双方的互动，不利于两岸发展，而且不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任何做法。 我想是伤害了两岸之间的这个互动，那我想这些做法在台湾是不容易得到支持的。陈文灿表示，希望对华会当坚持互相尊重、善意对等，这才是两岸交流的大方向。5日空了后，两岸关系会安怎变化？各界拢在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